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印度南部藏人社区，西藏政策与支持法获众议院两党支持通过。斯詹罗桑桑格致函祝贺英国总理在大选中获胜。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中共占领下的西藏问题小组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会见众议院议员，29名立陶宛国会议员联署签名反驳中共压制政策。加拿大议员在议会上提出西藏人权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在印度南部蒙格德藏人社区的哲凤寺贡莽僧院出席在该寺举办的佛教哲学辩论法会。尊者在致辞时呼吁僧众运用逻辑和推理来进行辩论，而不是利用经典来支持其观点。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访问期间，于12月15号莅领哲凤寺贡莽僧院出席在该寺举行的佛教哲学辩论法会，并向该寺僧众和民众发表讲话。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哲凤罗塞林寺在历史上培养了许多伟大学者，也是许多僧众的学习场所。因此，哲凤寺所有的护者们可以确信，无论你的捐赠和护者多少，我们都没有浪费。我要在此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的支持。12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为哲凤寺、哲凤贡莽寺和甘丹寺的数万名僧尼和信众给予教导，并传授长寿灌顶。12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洛塞林寺举行的中观400论研讨会，1500多名僧尼及9000多名信众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达赖喇嘛尊者鼓励僧众要透过对经典的学习，对所闻的内容反复思闻，再去反复修行，如此以闻思修的方式了解佛法的含义。即便无法在这一生获得一切遍知的果位，也应该以进入资粮道或加行道为目标，这才是学佛的意义与目的。12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为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600周年进行的国际研讨会。此外，12月19号上午，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在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上，获得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两党的强烈支持通过。这项法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主席众议员艾略特·恩格尔共同发起的。他对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表示支持。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也表示支持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他详述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不公正行为。现任主席麦格文议员与史密斯议员共同介绍了这项法案，认为这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介绍了近期在西藏境内发生的新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并强调提倡藏人民众的宗教自由是促进人权问题的一部分。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致函祝贺英国总理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大选中大获全胜。司政罗桑桑格在信函中指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全体西藏人民对您在大选中取得巨大的胜利表示祝贺。司政在信函中指出，在最近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英国领导另外22个国家敦促中国结束在新疆地区对穆斯林的大规模任意拘留和相关侵犯人权行为。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该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希望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司政进一步指出，在您的任期内，我们期待着英国在保护世界各地普遍人权和自由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也于12月17号致函祝贺约翰逊和他的政党在这次的选举中再次获得胜利。
此外，为了纪念中国非法占领西藏60周年，意大利藏人和远藏人士在该国罗马举行了为期1周的西藏文化节，其中还以占领60年西藏的现在和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小组会议。为了展示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由意大利佛教联合会支持，罗马市政府协助的为期1周的西藏文化节，从上周12月9号至15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当天，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议员罗伯特为首的多名议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意大利西藏协会主席克劳迪奥、藏人代表德庆卓嘎等众多藏人和远藏人士出席了活动。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共当局侵犯藏人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限制行动自由、系统性经济边缘化，以及境内的藏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歧视等的恶劣状况。另外，12月12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阿米贝拉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介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代表欧洲次人在会见上述议员时，谈到了很多有关西藏的问题。同样，议员们也表示支持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12月10号，波兰地海3国之一立陶宛国会议员麦斯塔阿多梅纳等29名国会议员联合致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中共停止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迫害。议员们在信函中提到了对中共在宗教上的迫害，以及对少数民族中国化的行为的不满，强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化的行为剥夺了少数族群的基本人权和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上述国会议员们还谈到了西藏问题，并谴责中共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性政策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周二，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加拿大国会多名议员在国会中赞扬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重新审视加中关系。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0周年纪念日当天，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在国会发言，呼吁加拿大政府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全面审查加中关系，同时谴责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的基本专制的钦佩。加内特议员敦促加拿大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中共在西藏、新疆、香港境内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他说，中共对藏人的迫害不断升级，包括继续实行长期压制性宗教、文化和语言自由的政策。中国政府进一步妄图控制达赖喇嘛尊者转世权利。当天，加拿大安大略省怡陶屁股市议员克里斯汀女士也敦促议会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和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议员克里斯汀女士在议会中表示，今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怡陶屁股市成立藏人社区的周年纪念日。同样，30年前的今天是达赖喇嘛尊者倡导非暴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30周年。达赖喇嘛尊者为恢复西藏的自由与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另外，他还敦促议会议员多花时间了解居住在加拿大的藏人和聆听他们对恢复西藏自由和境内藏人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